2003年嘅布吉，呢個距離香港只係一箭之遙嘅城中村，每日都充斥住天南地北嘅口音。有人喺度發達，有人喺度迷失，有人帶住夢想嚟到，亦都有人帶住絕望離開。而狹窄嘅街道兩旁係密密麻麻嘅出租屋同埋職業介紹所，空氣入面混雜住汗水、油煙同埋對未來嘅不確定。對於呢啲學歷唔高、冇技能、冇依靠嘅外省人嚟講，佢哋嚟到深圳嘅第一站，往往就係呢度。佢哋離鄉別井，人生路不熟，身上最值錢嘅家當，可能就只係一部手機。佢哋嚟到呢度，只係希望揾到一份工作，養活自己，養活鄉下嘅家人。但係有啲人嚟到呢度，就再都翻唔到去鄉下。喺布吉呢個城中村入面，有一對男女，佢哋好似幽靈一樣，專門喺職業介紹所附近出沒。冇人知佢哋真正嘅底細，只知道有一班年輕嘅求職女仔喺同佢哋接觸過之後，就再冇出現過。咁佢哋究竟係乜嘢人？佢哋又點解要對呢啲女仔狠下毒手？而佢哋咁樣做，到底又為咗啲乜嘢呢？大家好，歡迎嚟到 SET 檔案，我係重案調查員伍 Sir。今日為大家帶嚟嘅案件係深圳布吉魔鬼情侶案。今日呢單案嘅男主角叫馬勇，佢喺1960年出生，係湖南衡東縣人。佢有中專學歷程度，而喺嗰個年代，有中專學歷已經算係有啲墨水。中專畢業之後，佢同當時好多湖南同鄉一樣，決定南下深圳闖蕩，打算創一番事業。但正係呢個學歷，就令到佢高不成低不就，因為佢覺得自己讀過書，應該可以揾到份有體面、輕鬆而且人工高嘅工作。但現實喺深圳呢個地方，從來最唔缺嘅就係人才。所以佢喺深圳打滾咗10幾年，由後生仔捱到40幾歲都仲係一事無成。佢睇住以前嗰啲學歷唔及佢嘅同鄉，一個二個都發咗達，但自己卻仲係原地踏步，身上鮮都唔鮮下，仲要連個似樣啲嘅女朋友都揾唔到。呢啲生活日復一日，令佢慢慢養成咗懶惰同埋好高騖遠嘅性格，最終搞到冇份工做得長。而佢成日諗住要揾快錢嘅心態，就令到佢喺布吉鎮一直渾渾噩噩咁過日子，亦都經常要做偷雞摸狗嘅事去維持生活。佢直到43歲都仲係窮過鬼，連揾個崩刮沙都冇，窮到連房租都就快交唔起。而呢單案嘅女主角叫段志群，1983年出生於四川蓬溪縣，而佢嘅人生就比馬勇更加坎坷，因為佢喺13歲嗰年就遇到拐子佬，俾人賣咗俾一個55歲嘅老男人做老婆。去到15歲嗰年，佢終於揾到機會，成功逃離咗呢個魔掌，然後孤身一人輾轉嚟到深圳。佢喺深圳嘅街頭做過洗碗工，做過清潔工，甚至瞓過天橋底。佢呢個冇學歷、冇技能、冇依靠嘅少女，喺深圳呢個弱肉強食嘅城市，可以話係過住非人嘅生活。佢喺呢個城市苟延殘喘咁掙扎，經歷過無數次嘅白眼同欺凌，而就係呢一切，令到佢對呢個世界早已經冇咗任何嘅期待。直到2001年，當時18歲嘅段志群遇到咗馬勇，佢哋一個係被社會淘汰，覺得自己係懷才不遇嘅中年男人，而另一個就係被命運拋棄，對世界已經冇任何期待嘅年輕女子。佢哋喺對方身上都睇到咗自己嘅影子，就係佢哋都係俾呢個社會遺棄嘅人。而呢種同病相憐嘅感覺，令到佢哋好快就產生共鳴，有種惺惺相惜嘅感覺。佢哋相識之後，一直都斷斷續續咁樣保持關係，直到2003年4月，段志群先正式搬入馬勇租住嘅出租屋，開始同居。但兩個同樣喺社會底層掙扎，就連照顧自己都成問題嘅人走埋一齊，最終結果只有一個，就係生活越嚟越拮據。所以好快，佢哋就連交租嘅錢都冇埋。生活逼人，佢哋窮到連有瓦遮頭嘅地方都就快冇錢交租。咁點算呢？馬勇喺深圳呢個燈紅酒綠嘅大染缸碌咗咁耐，對呢度嘅古惑嘢早已經知道一清二楚。佢知道布吉鎮最多嘅就係嗰啲啱啱嚟到深圳，人生路不熟，渴望揾到一份工作嘅靚妹仔。佢亦都留意到呢啲靚妹仔身上通常都唔會有好多現金，但係佢哋就大部分都會隨身攜帶住一部價值不菲嘅手機。馬勇喺布吉鎮生活咗咁耐，佢好清楚呢度嘅二手手機市場有幾咁蓬勃。佢見過唔少人就係靠住轉賣手機賺到佢哋嘅第一桶金。於是一個可怕嘅念頭就開始喺佢嘅腦海入面浮現。因為喺2003年嘅深圳，一部手機並唔係好似而家咁最平1000幾百就可以買到功能齊備嘅智能電話。當年一部新款嘅諾基亞或者摩托羅拉手機，入門級嘅大約800至1000蚊，主流型號普遍要1000至3000蚊，而最頂級嘅旗艦機價錢可以去到4、5千蚊甚至更高。而對於一個月薪只有幾百蚊嘅打工妹嚟講，
呢個數目係一個咩概念？咁即係話佢哋要慳慳埋用2-3個月，甚至係半年嘅人工，先至夠錢買到一部普通嘅手機。如果係旗艦機，分分鐘要成年唔食唔飲先買得起。所以呢部手機可能就係佢哋全身上下最值錢嘅資產，係佢哋離鄉別井打工嘅一個象徵，亦都係佢哋同家鄉聯繫嘅唯一橋樑。當年嘅深圳有一個非常蓬勃嘅二手手機市場，呢個市場本身係合法經營嘅，但係由於當年冇實名制度，買電話卡唔使登記，加上監管相對寬鬆，好多二手手機檔口都唔會嚴格追問手機嘅來源，只要你拎部手機嚟，佢就會俾錢你。所以就算係偷翻嚟搶翻嚟嘅手機，只要一轉手就可以好快咁樣賣出去換成現金。於是馬勇心諗，如果佢可以搶到一部手機拎去布吉嘅二手市場放售，就算以低價賤賣，一部原價過千蚊嘅手機，至少都可以賣到200-300蚊。而呢筆錢對於連飯都就快冇得食嘅馬勇同段志群嚟講，已經足夠佢哋交一期租。就係呢條監管寬鬆嘅銷贓產業鏈，令到手機盜竊同搶劫喺佢眼中成為一個極之低風險、高回報、無本生利嘅生意。馬勇將佢嘅諗法話俾段志群聽，而佢嘅邏輯就係只需要呃一個打工妹上嚟，然後搶走佢部手機變賣，咁佢哋咪有錢交租咯。而且呢啲女仔一個人嚟到深圳，冇人冇物，就算佢哋人間蒸發，都未必有人會即刻發現。所以呢個絕對係一個完全冇風險嘅生意。對於段志群嚟講，馬勇就係佢唯一嘅依靠。佢嘅世界好簡單，就係馬勇嘅所有決定都係啱嘅。因為如果連馬勇都唔要佢嘅話，咁佢就真係乜都冇。佢唔識得點樣去反抗，亦都冇能力去反抗。就係咁樣，佢就跟住馬勇嘅計劃一步一步行落去。但係佢哋嘅計劃並唔係搶完手機就會放人走，因為只要留有活口嘅話，咁呢啲受害者一定會走去報警。更何況佢哋兩個成日喺布吉鎮呢一帶打躉，好多人都認得佢哋。如果警方查起上嚟，一定好快就會查到佢哋身上。所以由佢哋決定落手嘅嗰一刻開始，滅口就幾乎成為咗一個必然嘅結果。而就係呢個扭曲嘅價值觀，加上當年手機市場嘅特殊環境，令到一條人命喺佢哋嘅眼中只係值一部手機嘅價錢。制定好計劃之後，佢哋就開始行動。佢哋將目標鎖定喺布吉鎮嘅深陰園職業介紹所。呢度每日都有大量入世未深、缺乏社會經驗嘅靚妹過嚟揾工。而喺馬勇嘅眼中，佢哋就係一隻隻待宰嘅羔羊。佢哋嘅計劃同埋分工極之明確，由年紀同受害人相若嘅段志群負責出面，假扮成公司文員，用高薪厚職、廠車接送作為利誘，專門挑選嗰啲單獨求職、身體瘦弱嘅後生女仔落手。而馬勇就負責喺出租屋佈置好一切，等獵物上門。呢個劇本喺佢哋嘅心入面已經模擬過無數次，由搭訕、誘騙、喐手到最後嘅清理現場，每一個步驟都經過精心計算。佢哋要確保件事做得乾淨利落、萬無一失。而且佢哋深信呢個係一個天衣無縫嘅計劃。當一切準備就緒之後，佢哋要等嘅只係一個合適嘅獵物同埋一個落手嘅機會。2003年5月26號，呢個機會終於降臨。而第一個走入呢個死亡陷阱嘅就係當時19歲嘅湖北少女張婷。佢喺父親嘅陪同下嚟到布吉鎮嘅深陰園職業介紹所。佢哋同好多外來打工嘅人一樣，諗住喺深圳呢個充滿機遇嘅地方，只要揾到一份穩定嘅工作，就可以從此改變命運。當日上午大約10點鐘，張婷喺介紹所入面遇到咗一個睇落去好親切嘅公司文員段志群。當時段志群主動行過去，用好溫柔嘅語氣同佢講：我哋公司而家急需要用人，公司待遇又好，而且仲有廠車接送，你方唔方便而家過去面試呢？張婷見到對方咁熱情，又話有廠車接送，就完全放低咗戒心。佢覺得只係去睇下環境適唔適合自己，好快就會翻嚟，所以就叫爸爸喺介紹所等一陣，唔使跟埋過去。段志群帶住張婷一路行一路傾，話公司就喺前面。當行到去大平路一棟舊樓嘅時候，段志群就話：我哋嘅寫字樓就喺上面，等上到去我就會詳細同你講解求職須知。而張婷完全不如有詐，就跟住段志群上咗去。一入到屋，段志群就繼續同張婷傾偈，分散佢嘅注意力，仲遞上一份睇落去好正式嘅求職資料。當張婷耷低頭專心閱讀文件嗰陣，佢完全冇諗過呢一刻就係佢生命嘅倒數。馬勇跟住落嚟嘅動作好快，而且好冷靜。佢從後方箍住張婷條頸，直到對方完全失去反應。就係咁，呢個由馬勇同段志群精心策劃嘅劇本喺張婷身上第一次成功上演。之後佢哋搜刮咗張婷身上嘅財物，包括一部手機、一個手袋同埋少量現金。
但係對佢哋嚟講，呢個都只係第一步，因為佢哋好清楚，只要留低任何可以辨認到身份嘅證據，警方就有機會查到佢哋身上。於是佢哋開始咗最令人心寒嘅工序，就係毀滅證據。佢哋用火令到被害人嘅外貌特徵完全消失，然後再化身成為街市肉類分解員去處理組織。佢哋咁樣做嘅目的只有一個，就係務求令到被害人完全冇辦法被辨認。佢哋唔單止要行兇，仲要令到被害人好似從來冇存在過一樣。當處理完之後，就將所有嘢分裝入幾個黑色膠袋，然後分批調去布吉河一帶嘅荒野。對於馬勇同段志群嚟講，呢一次嘅實戰竟然比佢哋想象中更加順利。佢哋發現原來真係冇人會注意到呢啲打工妹嘅憑空消失。呢種成功經驗令到佢哋嘅膽越嚟越大。當日下晝，張婷嘅父親發現個女仲未翻嚟，於是佢就四周圍去打聽。佢去到聲稱係招聘嘅用人單位查問，但對方話根本冇聘請過一個叫張婷嘅湖北籍女仔。而到咗呢一刻，佢就意識到個女出咗事。之後佢立即去布吉派出所報案，派出所喺第二日正式立案。但可能大家會問，既然張婷爸爸喺個女失蹤當日已經報咗警，咁點解警方冇即刻調查到馬勇同段志群嘅身上，仲可以俾佢哋繼續犯案呢？原因其實好簡單。第一，張婷已經係成年人，而成年人失蹤，警方一開始只會當係一般失蹤案去處理。第二，喺2003年嘅深圳，當時嘅天眼系統仲未普及，所以查案要靠人手逐個排查，進度好慢。第三，亦即係最關鍵嘅一點就係馬勇同段志群專門揀嗰啲孤身一人嚟深圳揾工做嘅外省妹落手，所以就算佢哋失蹤咗，好多時都唔會即刻俾人發現，更加冇人會即刻報警。當警方手上只係得零星幾宗失蹤案嘅時候，由於每單案嘅線索都極度零碎，所以根本冇辦法將佢哋串聯起嚟，更加唔會意識到背後係一宗連環兇殺案。而就係呢個調查嘅真空期，令到馬勇同段志群可以繼續逍遙法外。由5月到10月，佢哋一次又一次咁樣重複同一個模式。佢哋嘅目標全部都係嗰啲啱啱嚟到深圳、人生路不熟嘅外省妹。佢哋有啲係啱啱中學畢業，諗住嚟深圳投靠親戚。有啲係農村出嚟，諗住揾份工養活鄉下嘅父母，而有啲就係聽人講深圳機會多，於是就一個人孭住個背囊嚟到布吉。每一次佢哋嘅收穫都只係一部手機、一個背囊同埋少少現金。佢哋將呢啲手機賣去二手市場換成現金，用嚟交租同埋生活。但係佢哋對待每一個受害者嘅方式都係一樣咁冷酷無情，因為佢哋要確保每一個受害者最終都會成為一單永遠冇辦法偵破嘅懸案。但係隨住時間嘅過去，佢哋嘅心態開始出現咗微妙嘅變化。最初佢哋係為咗錢先至落手行兇，但係當佢哋一次又一次咁樣成功之後，佢哋發現原來自己可以完全掌控一個人嘅生死，而呢種支配死神權力帶俾佢哋嘅滿足，遠比賣手機賺翻嚟嘅嗰幾百蚊更加大。最後佢哋已經唔再係為咗錢，而係為咗呢種扭曲嘅快感。當第11個受害者遇害嘅時候，其實佢身上最值錢嘅嘢只係一把普通不過嘅雨傘。但係佢哋唔理咁多，一於照做。以前佢哋係為咗錢先至行兇，但到咗後期，佢哋已經係為咗行兇而行兇。最終12條生命換翻嚟嘅就只係得10部手機同埋一把遮。而呢一連串嘅失蹤案，好快就引起咗警方嘅高度重視。由2003年5月到9月，龍崗公安分局轄下嘅6個派出所，先後接到關於年輕女子求職失蹤嘅報案。而呢啲失蹤案有一個共通點，就係呢啲人全部都係20歲左右嘅年輕女性，而且佢哋喺失蹤前全部都去過布吉鎮嘅深欽園職業介紹所。當呢啲失蹤人數越嚟越多嘅時候，廣東省公安廳同深圳市公安局終於意識到呢啲並非普通嘅失蹤案。於是喺9月，省市公安機關就組成聯合專案小組，並鎖定深欽園職業介紹所展開深入調查。警方開始喺深欽園附近進行調查，逐家逐戶訪問附近嘅商鋪同埋住戶。而就喺調查進行當中，有米粉店嘅老闆向警方透露，有一對男女經常過嚟食嘢。呢個男人係湖南口音，而呢個女人就叫佢做老馬。仲知道佢哋住喺大平路38號2樓嘅其中一個單位。警方得到呢條線索之後，並冇即時上門拉人，因為單靠米粉店老闆嘅口供，仲未足以構成入屋搜查嘅條件。於是警方一邊派人喺附近繼續監視，另一邊就繼續搜集更多證據。而去到2003年10月12日，深欽園嘅保安喺1樓捉到一個可疑嘅湖南人，亦都從佢身上搜出一名失蹤少女嘅履歷。就係咁，警方終於有足夠理由採取行動。之後警方隨即對佢嘅住處進行搜查，結果搜出大量女性嘅衣服、鞋、手提袋、電話卡以及各種作案兇器等等。
屋內更發現被害女性嘅 DNA， 而呢個被捕嘅湖南人正正就係馬勇。馬勇被捕之後，警方根據佢嘅供述同進一步調查，鎖定咗佢嘅同居女友段志群，亦都有份參與犯案。喺10月23號，警方再將段志群拘捕歸案。雖然已經鐵證如山，但馬勇被捕之後，最初仲謊稱已經將呢啲女仔誘騙去到香港，從事不道德交易。但隨住越嚟越多嘅鐵證浮出水面，佢點樣狡辯都係冇用。最終佢對犯案一事直認不諱，和盤托出。之後根據馬勇嘅交代，深圳警方對幾個拋棄組織嘅地點進行咗地毯式嘅搜索，最終一共發現12名年輕女性嘅組織，並經 DNA 鑑定之後，證實佢哋就係呢班求職失蹤嘅女仔。案件去到庭審階段，馬勇同段志群嘅表現就形成咗一個令人心寒嘅對比。馬勇呢個身負12條性命嘅男人，面對住咁嚴重嘅指控，竟然可以表現出一副事不關己嘅樣，喺法庭上面堂而皇之咁瞌眼瞓，就算俾法官叫醒，佢都係一副懶洋洋嘅態度，好似只係俾人嘈醒咗個晏覺咁樣。喺佢嘅眼神入面，冇任何悔意，冇任何恐懼，只有一片空白。而呢種麻木，比任何殘忍嘅手段都更加令人心寒。而段志群嘅態度就相反，佢喺庭上低聲飲泣，辯稱自己係被脅迫參與搶劫行兇嘅。佢將所有責任都推晒俾馬勇，企圖用眼淚去換取法官嘅同情。2003年11月27號，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法院認定馬勇同段志群嘅目的係為咗劫取財物，而謀害只係佢哋用嚟達到目的嘅手段，所以兩人嘅行為構成搶劫罪。由於佢哋多次搶劫過程中導致12人離世，事後仲將被害人殘忍處理、棄置荒野，手段極其惡劣，佢哋嘅罪行屬於刑法中嘅嚴重情節。最終法院判處兩人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當聽到判決嘅嗰一刻，馬勇同段志群面無表情，但反而旁聽席嘅人就大呼叫好。案件宣判之後，馬勇同段志群不服，提出上訴。馬勇聲稱自己有揭發同案犯嘅重大立功表現，而段志群就繼續重申自己係受人脅迫，所以先會犯案。但係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2003年12月18號上午，馬勇同段志群被依法執行極刑。最終呢單案件被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列為本年度典型重大惡性刑事案件之一。案發之後，深圳有關部門對深欽縣職業介紹所予以查封，對介紹所嘅法人代表同總經理依法刑事拘留。呢單案亦都促使深圳對勞務中介市場同私人出租屋展開大規模嘅清理整頓同埋加強管理。回顧呢單案件當中最令人心寒嘅，唔係馬勇同段志群嘅作案手法，而係佢哋嘅價值觀。因為12條生命最終換翻嚟嘅只係10部手機同一把遮，而喺馬勇同段志群嘅世界入面，佢哋覺得一個人就只係值呢個價。馬勇同段志群唔係天生嘅魔鬼，而係兩個被社會遺棄嘅人。佢哋喺深圳呢個繁華都市嘅陰暗角落之中，選擇咗用最極端嘅方式去回應呢個世界嘅冷漠。真正嘅悲劇唔係佢哋有幾咁兇殘，而係佢哋竟然可以將呢一切變得理所當然。大家對呢單案件有啲咩想表達或者想評論嘅，歡迎喺留言區表達你嘅意見。如果大家中意呢個頻道，請你俾個 like 我，同埋記得訂閱 Z 檔案嘅頻道。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